有一條數學問題咧，想問下大家。1961年出世嘅明星華仔啊，即係劉德華先生啦。咁啊1961年出世，咁佢1980年嘅時候參加第10期無線藝員訓練班嘅時候，咁劉德華先生其實係幾多歲咧？應該冇計錯係19歲哦，19歲。咁就唔係17歲報讀藝員訓練班喎。17歲嘅華仔應該就係1978年嘅，但係網上邊咧揾資料咧，咁我咧就睇唔到喎，應該係冇喎。即係劉德華先生喺1978年嘅時候咧，應該係冇參加比賽，冇參加啲歌唱比賽，冇參加藝員訓練嘅比賽啊，或者係冇參加到，亦都冇做過配，即係冇做一啲配角。1978年仲未做配角嗰啲㗎，都冇做嘅配角嗰啲啊。應該咧1978年嘅華仔劉德華先生應該咧就讀緊書或者做緊嘢咁樣嘅，即係仲未接觸娛樂圈嘅。咁1980年嘅時候，劉德華先生參加無線藝員訓練班第10期嘅訓練班，1981年畢業嘅。1981年嘅時候佢20歲啦，19歲參加藝員訓練班嘅華仔，咁點解佢會喺2003年寫咗一首歌叫做17歲？然之後佢第一句嘅歌詞係17歲那日不要臉，參加了挑戰咁樣。咁其實佢係講緊，其實佢係笑緊邊個17歲不要臉啊？